哇！今日呢套真係超筍啊！117平方大裝修，135嘅單價。要知道呢個價錢喺呢個小區比部 K 卡仲要低，最主要係附屬一宗就喺隔離。今日睇嘅呢套精裝房裝修的確唔錯，住屋南北通透，樓層唔高，可以睇到樓下嘅露台，但好在前面視野無遮擋，視野開闊，採光都算唔錯㗎。入戶門口做咗個鞋櫃，係到頂嘅設計。對面係間房，但裏邊困住隻貓，就唔入去打攪啦。休息區一共有3間房，呢間係陽改房。哇，睇下呢個視野，呢個窗真係正。對面有一間南向嘅房啊，而主人房係個大衛新間套房。好啦，簡簡單單睇完呢套117平精裝4房，你哋覺得點呢？樓層唔高，南北對流，成套房裝修同家私保養得唔錯，我直接拎包入住，好適合首次置或者剛需嘅朋友。重要嘅係單價13500啊，平過毛坯房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